SoFi 做緊開戶優惠，由即日起去到2026年10月15號，全新嘅客戶只要輸入 SoFi 嘅推薦碼 10A031DF， 完成以下嘅任務就可以攞到相應嘅開戶優惠。第一個任務就係喺2026年9月15號或之前開戶，就可以有1000蚊嘅平台費回贈券。第二個任務就係喺2026年9月23號上午8點前完成咗一筆合資格嘅交易，就可以拎到一股聯合利華嘅美股股票。依家股價就大約62.37，轉翻港紙就大約480蚊左右。合資格嘅交易包括咗港股、美股買入同賣出嘅交易，但係佣金豁免嘅交易、新股認購、加密貨幣嘅交易、智能投資嘅賬戶交易都唔計嘅。第三個任務就係2026年10月15號上午8點前用晒1000蚊嘅平台費回贈券，就可以拎到一股嘅聯合利華。1000蚊平台費回贈券就適用於香港同美股嘅市場，一定要喺2026年10月15號上午8點前用晒。股票嘅獎賞會喺推廣期結束之後嘅60日傳入你嘅戶口嘅。